讲到这台南北门种杨芳果甲红葱头的时间，因为顶一回山道之风台已经延后一个月啊，即阵又有风台伫要来，农民也烦恼讲这风雨若大，会影响到今年产量。那讲到这杨芳果按算要种后一批人，就在丢讲，到底是要种也是无爱种，就惊讲这心血会乌有去。透早农民赶紧到园林，因为本正大好的布棚，刚来当当7级8级的风势，这芳果打闪过3道的风台损害，不如个这阵风台空落煞过来了乱，这回因用铁架来甲杨芳果布棚顶好完做加强，把先甲田的水路开好，按算后个月中准备通采收的农民是带来等，遐若要种新的一批农民是咧丢度，敢要种落去。所啊，搁牢固以外来。确定台风会进来了以后，阮顶管个会架铁机啊，我上下拢保护啊，不要说阵风来，当规个当请起来安尼。即阵直接大家拢敲电话来，啊要种啊，无爱种，要种落，可能迄个吹全部拢卖，啊无爱种咧，雨若落济，阮嘛无法度打去。乌布下环境种，同款受到影响的，佫有红葱头，因为今年风太济，带来大量的雨水。地处北门区，侪农民拢延到10月份才种。农民讲已经真久无安尼生，红葱头风雨上大，拢会被砍折，因按算今年产量会减少。伊万种爱有伊的期限啦，爱想办绝对较歹，会紧张啊，昨日拼啦，昨日拼啦。安怎讲？因为你风台来，你一来伊是发出来，毋过尾也是袂当有安尼直直往啊雨若济嘛是歹。真种落的，大概讨伫咧5成左右啦，所以佫有其他5成还未种。农民嘛是大家拢心慌慌啦，水啦压头的离是无要紧啦，问题压头的离嘛是会浸死啦。另外，伫台南后壁区种2支稻的农民嘛，因为风台要来提早抢收，就惊心血乌有去。这阵风台行的方向佫有变数，乡亲也是爱提悬警觉。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。